首先嚟到魚博匯嘅蒸汽活海鮮任食任撈海鮮放題啊！呢間分店呢係位於福田領展中心城 B1 層，主打蒸海鮮同埋榴蓮放題。佢嘅營業時間係每日嘅11點半去到10點半，人均呢大概就248到268一位。提提大家，餐廳呢係實行押金制㗎，每一台呢係需要收取100蚊嘅押金。如果用餐之後呢冇落費啊，就會5分鐘內呢退返俾你㗎啦。一齊入嚟睇下餐廳嘅環境先。咁呢度嘅餐廳空間呢都非常之大啊，每張台之間嘅距離呢都唔會話太近，位置呢都幾寬敞舒服啊。座位呢主要都係以4人為主。呢一度嘅放題都係採取自助嘅形式啊，可以自己拎中意嘅食物同埋飲品。我哋首先啦，就梗係嚟睇下有啲乜嘢活海鮮先啦。海鮮區方面，選擇都非常之豐富啊。我哋呢都可以自己用桶去夾想食嘅海鮮，有海螺、紅口貝、花甲、聖子。唔同嘅一啲蚌類，哇！仲有好生猛嘅大閘蟹啊！見到呢，每一隻都係扎扎跳㗎。仲有一啲羅氏蝦。海蝦同埋鮑魚，鮑魚望落去都幾大隻啊，仲識喐添。呢度嘅職員呢都會幫手呢去清理鮑魚。於燒烤類啊，呢度嘅烤蠔呢都係有店員會即場大量呢用炭火烤製㗎，大家呢都可以按返自己需要呢去攞。咁最好呢就係揀佢啱啱出爐嘅時候啊，因為蠔嘅肉質呢係最好味噶。而呢度嘅烤羊排啊，都係經過高溫呢去烤製噶，所以啲羊排呢都會有啲焦香味同埋脆感，而內部呢仲會保住啲肉汁啊。我哋一齊睇下燒烤區仲有咩選擇啊！而且呢度呢都仲有好多涼拌小食啊，好似係涼拌青瓜、泡椒鳳爪，同埋一啲醬牛肉。焗榴蓮呢係呢度嘅招牌啊，經過焗過嘅榴蓮呢會更加香同濃郁啊。如果係榴蓮嘅愛好者呢，就千祈唔好錯過啦。呢度呢都仲有一啲焗蟹啦，見到隻隻都金黃色啊。同埋仲有香辣小龍蝦，
火鍋配料方面，仲有唔同嘅蔬菜、粟米同埋菇類。而下面呢，仲有一啲魚蛋、鴨血、豆腐同埋麵。而旁邊呢，仲有師傅現切嘅牛肉啊！火鍋配料方面都仲有好多嘅選擇啊！我哋一齊嚟睇下。而刺身壽司區都有好多款式嘅壽司。刺身方面嘅選擇都唔少，有吞拿魚、甜蝦，仲有八爪魚，有希靈魚。另外呢，都有啲生醃蝦、生醃嘅絲堪、醃蟹，隔籬有紅酒鵝肝，仲有北寄貝、鯛魚刺身。同埋三文魚刺身。甜品方面啊，呢度有千層蛋糕、抹茶芝士同埋黑森林慕斯啊。另外都有多款唔同慕斯 cake。雪糕方面呢，有酸奶蜜瓜味、楊枝甘露、朱古力、士多啤梨、香草同埋海鹽芝士味。而生果方面呢，呢度仲有一個水果嘅區域啊，有提供超過10幾款嘅水果，包括青提、車厘子、大樹菠蘿、士多啤梨，仲有黃色嘅人參果、龍眼、柑、西瓜、紅提子、哈密瓜、百香果、橙、青瓜同埋香蕉。咁今期嘅限定呢，就係車厘子同埋士多啤梨啊。車厘子睇起嚟都好大粒，梗係要拎啲車厘子試下啦。
另一款期間限定呢，就係呢度嘅士多啤梨啦，睇起嚟每粒都好大粒，好新鮮，都拎啲試下先。酒水方面啊，呢度都提供多款飲品。酒水方面呢，呢度都仲有茅台、紅酒、香檳、XO、梅酒同埋一啲清酒，仲有4款養生茶，一定有款啱你飲啊！睇完咁多款唔同嘅食物，我哋呢就嚟開餐啦。呢一度嘅蒸爐都非常之方便啊，可以因應翻唔同嘅海鮮，可以調校翻蒸海鮮嘅時間。好快就見到個蒸爐冒煙啦。第一輪先蒸啲鮑魚同埋蚌類嚟試一試先。咁鮑魚同埋蚌類大概蒸7分鐘左右呢就可以食啦。紅口貝、鮑魚同埋聖子蒸完之後呢，睇起嚟呢都唔會話縮水太多啊。個鮑魚食落去個肉質仲係好彈牙，食落去都幾鮮甜啊！呢一樣我覺得係嚟到呢一定要必食嘅海鮮啊。而紅口貝食落去都冇乜沙，聖子食落去呢都幾鮮甜啊！之後下一輪呢，我哋就試下啲蝦，蝦蒸嘅時間呢，大概8分鐘左右呢就得啦。啲蝦搣咗殼之後呢，肉質睇起嚟都仲係幾飽滿，食落去都好彈牙。熟食方面呢，推薦可以試一試呢一個蒜香生蠔啊。經過高溫烤製過嘅蠔之後，生蠔肉方面呢都帶有蒜香同埋蠔嘅鮮味啊，食落去都幾惹味。除咗蒸汽火鍋呢一度呢，另外都仲有得打邊爐㗎。我哋都拎咗啲脆肉丸嚟試下，咁個魚肉大概煮40秒左右呢就食得啦。個脆肉丸肉質食落去都仲係幾爽口幾彈牙。另外再試一試呢一度嘅蝦滑，裏面食落去啦都係有啖啖嘅蝦肉啊，都幾唔錯。水果方面就一定要試下而家當造嘅車厘子同埋士多啤梨啦。咁車厘子同埋士多啤梨食落去都好甜啊，兩款都非常之新鮮。食完咁多嘢食，食返個水果消下滯就啱啱好啦。今個聖誕深圳領展中心城呢，仲請嚟人氣爆燈嘅星之王子聯乘 B612星球嘅快閃店啊！
包括有限定版嘅小王子精品。而領展中心城戶外呢，仲有聖誕小王子嘅打卡位啊！附近都有好多棵聖誕樹，同埋聖誕飾物可以打卡。咁而喺商場入邊啦，仲有呢個巨人展示啊！咁呢度呢，都仲有好多唔同嘅娛樂設施啦，好似係彈珠機、夾公仔機，有一啲精品店。而商場呢都開咗幾間新嘅鋪頭啊，好似有麵包店，有一啲聖誕樹嘅麵包，隔籬呢仲有冬甩店，睇起嚟都相當吸引啊！仲有包師傅，隔籬仲有間現烤嘅魚片店。最後會同大家分享返前往領展中心城嘅交通方式。最方便嘅話，可以喺福田口岸出發，只需要4分鐘嘅時間。首先乘搭地鐵可以由福田口岸搭4號線2個站去到會展中心站，然後喺會展中心站嘅 B 出口跟我哋一齊往連城新天地嘅方向行，跟住可以繼續向前直行。行到嚟右手邊呢度啦，就有入口呢會直通領展中心城。入到嚟之後呢，可以跟我哋向前直行，一路啦向前直行，嚟到呢個位置都可以繼續向前直行。行到差唔多盡頭位置啦，會見到食家空間 Foodie 嘅牌，就可以搭電梯去到 B1 層啦。嚟到 B1 層之後，可以向右手邊直行。行到嚟前面呢個位置啦，就可以見到魚撲會餐廳啦。咁我哋今日嘅分享啦，就會去到呢一度啦。下次會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去處。我哋今日條片就到呢一度啦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我哋頻道最新嘅資訊，就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